轉新學制，究竟學生係咪適應呢？中學校長就指，學生停課、缺課或者轉校嘅問題，比舊制嘅時候嚴重。喺嗰個課程嘅闊度同埋喺嗰個深度裏邊咧，係都會加深加闊嘅。咁而再加上咧，坦白講，新高中學制實施之後咧，教育局俾老師嘅支援咧，無論校本評核啊，無論通識教育啊等等咧，都係有所不足嘅。新學制下，所有學生無論成績係點，都係靠中學文憑考試入大學。大學學額又冇大幅增加，令成績較差嘅學生有陪跑嘅感覺，選擇提早離場。好，各位觀眾，我哋今日又嚟呢個特首大辯論啦。咁今日咧就會係講教育。咁啊，在座有好多觀眾咧，都係有啲年青人啦，同埋有學生啦，同埋都有好多我睇家長啊，或者將會成為家長嘅人啦，係咪啊？應該咁啊，我哋今日咧嘅都同平常一樣啦，就先嚟4位嘉賓，每人2分鐘發表政綱，跟住咧就現場觀眾咧就可以提問，跟住就觀眾互相辯論，或者係嘉賓互相辯論。咁啊，到最後尾咧就結案陳詞，每位呢個嘉賓咧有2分鐘嚇。咁我哋就而家開始啦嚇。好，咁啊開始之前咧，我想請今日呢4位嘉賓咧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好，1號請你介紹自己。大家好，我係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港澳對外事務辦公室嘅主任李海憲。咁咧我就從事咗好長時間嘅呢個內地同香港嘅教育嘅交流嘅工作。係，你好，我係陳恒鑌，係民建聯嘅區議員，咁啊亦都係一位工程師。大家好，我係張志華，嚟自陳樹渠紀念中學嘅中5級學生。大家好，我係施俊輝，係新民黨教育政策發言人，曾經喺中學度教書，所以都對教育政策比較關心。OK， 好，咁我哋就馬上開始即係辯論啦嚇。咁啊，辯論我哋就先1號開始。咁我哋眾所周知啦，我哋社會進步嘅動力咧係嚟自於教育嘅。咁而我哋嘅教育政策咧更加應該係以學生為中心啦。香港嘅教育制度咧係應該利用自己本身現有嘅優勢啦，去發展一個叫多元性同埋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教育嘅體制嘅。咁現在咧就香港係實行緊一個12年嘅免費嘅教育。咁喺幼兒教育方面咧，政府係以學券嘅形式去資助呢個家長嘅。咁而喺中學嘅模式咧，同埋大學嘅模式就係採用呢個334嘅學制啦。咁我嘅本人嘅立場咧係，政府係應該去提供一個公平同埋完善嘅教育政策同埋一個保障嘅政策嘅。政府係應該做到咧，令到每一位嘅學童咧唔會因為經濟嘅原因咧而輟學。咁我嘅政綱咧可以具體分為幼兒教育啦、中小學教育同大學教育嘅呢個部分嘅。喺幼兒教育方面咧，我主張係推行免費嘅公立嘅幼兒教育，由教統局統籌，成立一啲公立嘅幼兒中心啦、幼稚園等等。第二咧就係津貼私營或者非牟利團體所舉辦嘅教育幼兒中心啦，以降低佢哋嘅學費嘅水平。喺小學方面，我建議全面推行呢個小班教學嘅政策，同時亦都推行教師每週上課時數嘅上限制度，以避免教師因為過量嘅行政工作而導致佢哋疏忽，即係冇咁多時間去照顧學生嘅需要。另外，亦都要加大對呢個特殊嘅學生，譬如一啲少數族裔嘅學生嘅一啲嘅支援嘅。同時，我哋應該喺中學嘅教育方面咧，增強中港嘅教育融合。好啦，夠鐘啦。大家好，我係陳恒鑌。作為一個特首咧，我相信喺教育方面要有理念。我個理念咧就係認為教育係一個投資，佢唔單止係一個開支嚟嘅。既然教育係一個投資嘅話，我哋就應該係更加放手。政府而家擺喺教育裏面，每年咧只係一個好細嘅份數。如果以香港整體嘅儲備嚟講，基本上係一個好細嘅比例嚟嘅。咁因此咧，我會推行15年嘅免費教育，資助一啲幼稚園嘅學生。除咗學券之外咧，
我哋係應該係更多嘅資助，因為喺學券制度下面，而家好多嘅幼師佢哋嘅薪酬咧係好唔穩定。既然老師教得唔開心，咁小朋友又點會開心呢？第二個咧就係社會嘅質素係決定於教育嘅質素，教育嘅質素咧係好同埋壞，會影響我哋嘅學生，亦都會影響社會嘅整體表現。因此咧，我係希望降低老師嘅壓力，尤其是而家我哋嘅老師佢應付一啲行政嘅工作啦，亦都要應付一啲可能不必要嘅或者係非常之多嘅外評啊、內評啊等等嘅評咧，咁老師係應付不下嘅。咁所以我會建議咧就係推出一個咧係教學助理，每一個學科係如果有一位教學助理咧，幫老師去處理一啲行政嘅問題，我相信咧係會好大程度上幫到老師。另外咧，全世界都關注緊中國，關注喺亞洲，但係我哋身為咧喺祖國嘅隔離，我哋嘅青年人似乎對於國家嘅認識唔係太大，因此咧，我會係推動我哋一啲嘅副學士啦，一啲嘅內地升學嘅朋友咧，可以申請大學嘅學生資助翻內地讀書，鼓勵佢哋多啲翻內地。主持、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大家好啦！我好高興今日有機會同大家討論教育呢個重要議題。香港係知識型嘅經濟，人力資源咧最為重要啦。另一方面，貧富懸殊嘅情況亦都日益嚴重，青少年對社會咧亦都產生咗唔少嘅不滿。有見及此，如果我有幸成為特首咧，本人嘅教育政綱將會以提高競爭力同埋推動社會流動為兩大目標。喺5年嘅任期之內，我會落實3大嘅措施。第一，推行呢個專上教育改革，課程以實用為主要嘅原則啦。職業訓練局同埋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課程教授專門嘅知識，可以頒授國際認可嘅資歷，對人力嘅栽培會有好大嘅貢獻。同時，我會擴充 VTC 同埋 Ivy 嘅學額，着重發展專業同埋實用嘅科目，令到大部分未能夠考到入大學但有技能嘅青年，可以有技術專長同埋謀生嘅能力，改善佢哋嘅生活，推動呢個社會嘅向上流動。第二，增加對清貧學生嘅資助。大學學費貴，有好多有毅力、有才能嘅學生，千辛萬苦考入大學，但係因為冇錢，佢哋要半工讀，最終咧欠落一身債。咁我會增加教資會對大學生嘅資助額啦，等所有基層嘅青少年，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專心同埋享受大學嘅教育，日後成為香港嘅精英同埋棟梁。第三，我會發展多元化嘅教學科目啦。書寫能力較差嘅同學可能入唔到大學，但係佢哋可能有其他方面嘅潛能，可以貢獻社會。我會成立各種專科學院，培育青年喺體育、藝術、餐飲等方面嘅才能，包括成立呢個國際廚藝學院啦，同埋擴充演藝學院嘅名額，培訓受過學院式訓練嘅人才，令到青少年有更多發揮嘅空間。時間有限，等陣我哋再就呢幾個議題深入討論。多謝各位。好，4號啦。大家好，我係新民黨嘅施俊輝教育政策嘅發言人。我嘅政綱主要有3點嘅。第一，喺幼兒教育方面咧，我哋一定要係盡快落實15年嘅免費教育。大家嘅着眼點可能都係睇緊免費嗰2個字啦，係從個錢啊資源方面考慮。其實我最近去參加一啲幼兒教育嘅論壇，好多嘅與會者都反映到一個嘅問題，就係其實喺個落實方面，究竟實際去推行嘅操作，我哋應該點樣去做好幼兒教育呢？幼師嘅薪酬表一定要盡快去落實，去做好出嚟。仲有係校舍嘅問題點樣處理呢？我哋嘅幼稚園嘅派位係咪需要一個中央派位嘅制度呢？凡此種種好多真正去落實操作嘅問題，其實都要盡快去傾。下屆嘅政府一定要成立一個嘅幼兒教育委員會，去就呢啲嘅議題作深入嘅討論。如果唔係咧，只會係成為一個實際推行15年免費教育嘅絆腳石。另外第2點喺新高中方面，我認為咧下屆嘅政府一定要盡快去檢討334嘅新學制嚇。大家知道啦，3月已經係考呢個新高中嘅第1屆文憑試，7月咧2屆學生同時進入大學。大家會睇得到咧，會唔會2屆學生同時入大學會成為下屆特區政府一個炸彈咧？嚇，到時會唔會出現好多混亂嘅情況？包括係社會對於
通識科考試嘅評核嘅關注啦，校本評核啊，應用學習新高中學生嘅出路咧，呢啲都係廣受社會人士關注㗎。第三點，如果我有幸成為特首咧，我係必須要盡快去增加資助大學嘅學位嚇。除咗係量之外，個質素都係非常之重要。我哋香港要真正成為知識型經濟嘅體系，政府喺對教育嘅承擔一定係責無旁貸嘅。好，咁啊多謝4位嘉賓咧，就發表咗佢哋嘅政綱啊。咁我睇教育呢個問題咧，就永遠都講不完嘅。但係我相信咧，大家都有一啲共識嘅嚇，即係譬如15年免費教育有冇人反對啦。即係另外咧，增加呢個大專嘅資助學位，亦都冇人反對啦。跟住咧喺嗰啲入唔到大學，提供多啲出路俾多啲入唔到大學嘅年青人，大家又唔會反對。我睇係具體個細節係點做嘅啫，同埋如何去做嘅啫，同埋做唔做到嘅啫。即係大家都知，因為呢幾年咧教改，大家都即係咁不停咁改啦，淨係母語教學都已經搞到好複雜啦。後尾最後尾都要微調啦。咁所以跟住落嚟咧，我相信咧下一部分咧就可以咧令我哋觀眾或者係嘉賓就可以互相就住大家嘅政綱咧有一個深度啲嘅討論或者係辯論嘅。好，咁啊，跟住又到呢個觀眾即係問題同埋辯論嘅時間啦。咁啊，有一位現場觀眾請你發問啦。係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青年民建聯莊澤權。咁其實就大家頭先就講咗好多咧，就有關新高中334學制嘅檢討啦。咁其實我就覺得334其中係未來咧會有一個潛在問題，就係因為佢以前係2個公開試，而家變成咗1個公開試。對於學生嚟講呢，可能會有一個好大嘅壓力，就因為佢面對住一個更加大嘅競爭嘅一個考試。咁如果我哋香港仍然係維持住以學術嘅考試作為唯一嘅升學條件嘅一個升學嘅途徑呢，咁我認為呢個長遠唔係一個健康嘅情況嚟嘅。咁所以我好希望就各位嘉賓能夠就住係第一啦，點樣疏解學生嘅考試壓力。第二咧就係喺學術考試以外，頭先有嘉賓都提過，就有關多元化嘅情況啦。點樣能夠促進非學術方面嘅多元化升學呢？例如好似我哋睇翻而家我哋嘅演藝學院方面嘅學額呢，比起我哋其他8大院校嘅學額嘅比例呢，係可以話非常之少。對於學生嚟講呢，其實係一個即係選擇方面係比較欠奉嘅。咁唔知幾位嘉賓能唔能夠就住多元化方面呢，係提出一啲政策嘅建議呢？多謝各位。好，另外一位，我哋問晒先嚇。咁我見到咧頭先咧好多嘉賓咧講咗好多政策上嘅議題，咁好多嘅發揮。咁但係咧我哋都好實地咧去睇翻我哋而家面對緊嘅問題，就係教科書昂貴嘅問題。因為喺香港咧教科書咧就處於一個高水平嘅價格嚟嘅。咁所以對於我哋一啲咧可能係而家面對家長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多時咧去到開學嘅時間咧都非常之大嘅開支，佢哋成日非常之緊張。咁所以我希望咧，大家喺呢個諗嘅政策方面咧，都會唔會諗下一啲嘅配套設施，即係教科書呢啲嘢，點可以有效咧可以調低個教科書嘅價格，減輕一啲嘅負擔。你學生有壓力，你作為教師有壓力，家長都有壓力嘅嚇。唔該各位嘉賓咧，可以提出你嘅意見，尤其是2號陳恒鑌，你作為民建聯嘅議員，你有冇啲更加好嘅建議呢？多謝你。呢位同學。咁頭先4位嘉賓都講過話提供更多嘅內地資訊升學嘅資訊啦，但係好似1號所講內地嘅教育嘅學習模式同我哋香港係好唔同嘅。內地嘅學生係非常之勤奮，但係而隨住時間日子嘅轉變啦，